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风台上新的状况。这个烟花风台的暴风区慢慢接近到台湾的东部海面，因为无明显的导引的气流，所以这个烟花行得真慢。过去这段时间，一度伫咧原地咧长势，所来慢慢越过西北边的方向。因为这个风台前进的路草佫偏去伫北边，所以来发这个陆上警报的几率是来降低。即摆开始一直到明仔载，是这个风台离台湾上近的时阵，会带来着真强的风甲雨，尤其是中部以北甲山区爱特别注意。像这个新竹县，为昨日到即摆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400毫米，中南部伫下晡嘛开始落雨了。因为拄好拄到大漏水，地势较低地区爱注意做大水。什么时阵会当来解除到这个海上的警报呢？气象局讲，上紧嘛爱到明仔载暗时。经过一暝烟花，这个困美人总算精神啊，开始振动啊，风甲雨拢无停。正午所的烟花目前伫台北的东南东边，差不多420公里的海面，以每小时8公里转1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行。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0公尺，暴风半径是200公里。阴暗的威力会愈来愈强。下雨的情况到今天到明天都还是持续，尤其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这段时间，台风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。所以整体的下雨的情况，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，相对是更明显一点。为雷达的回波图来看，中部以北落雨红色的信号上强，继续对台北、新北、宜兰、桃园市、新竹、关庙的县发布豪雨的特报，对基隆、新竹市、台中嘛发布大雨的特报。整体雨量依然是北台湾上济，为日到即马累积雨量，新竹苗栗上济，新竹县超过413米呢，苗栗县嘛有321米呢，桃园市、新北、宜兰嘛有200外，接近300米呢。基隆北海岸阵风有到10级，依照气象局估计，烟花风台暴风圈会飞过东北部继续前方，那呢海上的风台警报什么时会使解除？但目前入境的几率可能相对是比较低，海警的部分，以这样的路径在看的话，未来我们要整个脱离海警的时间可能会落在明天的下半天，甚至到周日的上半天这段时间。下晡中南部嘛开始落雨，加上都是大楼，不利雨水消透，所以讲沿海也是较低所在，爱预防淹水的灾情。